学校开始休看，学生囡仔也开始参加一段营队活动。不过最近疫情开始较紧张，家己市政府即马是要求囡仔逐日就要写一张活动行踪记录表，若准有状况发生，随时就当处理啊。学生囡仔等是伫营队合适的成果，休寒期间，家己市内有开设将近100多种的营队课程，提供囡仔另外合适的机会。他上了教我们怎么做爆米花，然后食材要哪几个，还有时间，等待的时间。不过，这阵啊疫情较紧张，家己市政府开始要求学生逐日填写记录表，以防突然发生的状况。因为就是可以方便到时候看是要调查还是要怎样。透过这一张轨迹的记录表哦，能够详实的记录孩子在寒假这段期间哦，去过哪些人潮聚集的地方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是希望说，他能够在这张记录表上面的呈现哦，能够确实。虽然各校营队有继续来进行，但是国中甲高中一寡课程为避免发生校园群聚，有的已经调整时间，嘛有的直接取消。寒假的一个辅导课啊，我们1、2年级，我们今年也是暂时的先停办，以让这个疫情啊，其实尽量减少群聚的一个状况。离旧年过年的时间是愈来愈晚，返来南部的人嘛是愈来愈多。教育处呼吁，希望家长甲学生避免前往人侪的所在，确实做好防疫的工作，避免开学了后学校出现疫情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